雲林大西鄉的粉橋產量佔全台灣6成以上，不過因為上大雨了後，連綿擱出日頭、穿高溫，造成這粉橋是大量死亡，有的養殖池是甚至剩無甲一成，損失真慘重。為魚塭仔高處粉橋，無管大細了，多數攏已經死亡。養殖戶真無奈，因為0608的大雨，未少魚塭仔的堤花洪沖倒，大量雨水衝入，造成水質嚴重降低，大量粉橋就安尼死亡。雨水是濟，即擺咱咧家咱台蛤蟆是淡水海水，即擺現在淡水甲咱沖掉，沖得傷正。降啊，這邊無一度，咱蛤蟆種我會較唔多。有養殖戶的粉橋死亡率達到9成，一公頃就損失150萬。因為最近幾年，當年黃川雨季，大西沿海粉橋就會連續出現大量死亡災害。也有養殖戶認為，除了氣候變遷，雲林地區養殖的粉橋災數十年來攏是真空環蝕，所以先天的體質就無好。與外國引進新的品種來。來配合咱的品種，咱的水質，來重新產生新的文革苗。咱這養殖的才有法度更上一層樓。無定定安尼着，每一年的這個5月、6月、7月，這個梅雨季節，攏大量暴斃。除了水質嚴重降低，落雨了的好天氣，也予魚仔底土的溫度得咧升懸。亞硝酸、阿摩尼亞等濃度提懸，一旦有粉橋死亡，細菌更較會褪色擴散，和損害擴大。可能在出太陽之後，這2天可能都會請呼籲養殖漁民可能要去注意一下。如果說有延遲性災害的部分，可能要趕快通報公所。雲林縣農業處表示，最近陸續接到各公所回報，對延遲性養殖災害有計2日啟動訴訟會勘，佮將結果呈報農業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